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1，诗篇138篇，逐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虽然真悬，犹阁看顾卑微的人，总是伊对远远看出骄傲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看顾卑微的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创造者甲守护者，用无限的疼痛来看顾阮。无论阮伫什么款的境况，你拢在注目看阮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甲盾牌，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衬。求你用你的慈爱甲恩典来扶持阮，互阮伫生活中经历你同在的美妙，也互阮通得到活命的快乐。主啊，你应允紧啊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要通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虽然真悬，阁尊贵，你犹阁看顾卑微的人，总是你对远远看出骄傲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